俄罗斯8月访问台湾，风声讲中国放调用军事行动回应。华盛顿这阵就报道讲，惊台海危机，美军这阵考虑航母战机来护航。缅甸军政府处决4名民主人士，因被指控违反刑法，不入联合国秘书长虽警告违反人道罪。天主教教宗 Franciscus 这阵访问加拿大，伊讲这桩是忏悔之旅，嘛要向东华政策受害的原住民来回失礼。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要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 Pelosi 风声讲8月要访问台湾，中国呛讲会有军事行动。Washington Post 作家伊就表示讲，美军考虑调动航空母舰或者是战机来支援。报道佮指出了，北京政府即阵一定认为讲施加压力，互美国有效果啦，通超越美国国会议员的这个行程。嘛，就显讲这个拜登政府即阵有影是进无步退无路。毕竟咧，即阵咧伤脑筋，伤什么脑筋咧？烦恼讲会引起台海的这个大危机，但是嘛，不会讲 Pelosi 你家己通做决定哦。但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就直接讲明的，伊讲北京哦真正无巧，甲消息放互媒体来影响伊的行程。即阵咧，美国前国务卿 Michael Pompeo 嘛讲哦，真正看袂落去，伫推特头顶铺文讲，愿意陪 Pelosi 做伙来台湾访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未正式8月要访问台湾，中国已经先表示这次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即马将烦恼佩洛西安尼做可能引起台海重大危机。专栏作家罗金国表示，美国考虑调动航艦或者是战机支援，不过安尼做可能互中国看作是倡导，不过然后访台佫惊互中国认为是威胁有效。Message for U.S. foreign policy. I urge Speaker Pelosi not to back down. In fact, I think the right approach right now would be to take a bigger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and reach out to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bring them along on the trip. 北京虽然无明讲，不过和亲像释放无希望这时阵访台消息。美国真侪众议员拢伫推特向佩洛西发声，应该展现力量，唔通向中国霸凌点头。今年3月才访台前国务卿蓬佩奥伫推文就听佩洛西，佮愿意陪到底来台湾。有关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前国务卿 Mike Pompeo 可能会在今年再度访问台湾。外交部门目前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也没有评论。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佩里联名致函，呼吁佩洛西支持中嘅美国过时一中政策决议案，力挺台湾。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佮表示，一中政策无改变，会继续保持战略保护。The direc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no. As the president himself has said,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nd we maintain a policy of strategic. 中国军事动作正济，伫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过去5年中国军方已经明显更较有侵略性，也更较危险。美国努力加强甲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制衡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有影，中国即阵呛讲要干扰 Pelosi 访问台湾专机，对台海安全有真大影响，所以台湾自身防卫都非常重要。今日举行汉光38号演习，第3作战区带领后备军人，模拟强军伫咧北里地区海面登台，向首都台北来进攻，因呢就开始乌战壕来进行防卫。这也是国军实行新制教育调集令，后备部队第一届参加汉光演习。另外，咱讲到 IDF 建国号个 F-16V 嘛培养东部基地演习战力保存。将贵身躯装备伫防空河走，后备军人到地下办用机城堡，准备打击进化的敌军。汉光38号演习2号举行，模拟强军反台，伫北里海面进化，向首都进逼。南方乌防空河防卫是国军新制校定了后，后备部队头一届加入汉光演习，参加反击作战。对于这次的教招，我感到国军是完整的，这让我们感到有备战的感觉。他人员下车之后，还是得依靠我们步兵，用我们的火力来对他做射击。所以在这个阵地前缘做鹰眼壁良好的壕沟来作战，还是有必要的。陆军第10军团在基地苗栗后人订用民用车载运战备物资，廉政战争时阵运用民间资源。陆军3栋2旅后备部队有307人，伫教调期间参加汉光演习。回到这边就是了解到枪支怎么使用，怎么去调校它他必须要接受一个熟悉到战场上的环境。他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战场抗压的一些心理素质的课程。台南基地 IDF 建国号加驻守家己基地 F-16V 模拟区强军攻击，分别培养空军台东志航基地、
飞弹车也为东海岸刷到北南溪出海口，演习期间强军持续威胁台湾。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强机透早就分别进入咱西南、东南空域，一直挑战国军典型抗敌的精神。一只海军的测量舰伫台东北南溪出海口，甲列岛中央的海域加入演习保卫工园。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马来嘛，即阵因的这官方媒体都消息指出，军事执政团用领导残忍、无人道恐怖主义者行为罪名来处决4名运动民主的这个人士，这也是马来嘛自1988年头一届执行死刑。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马来嘛政府的这个做法，可能已经违反咱讲的人道罪。被处决的40人包含53岁缅甸有名民运人士觉明耀甲翁山书记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41岁前国会议员朴查野道2人拢获当局用反恐法罪名定罪，另外2个查甫人是被控杀害对军政府通风报信的吕素民。报道当中并无说明这人是伫什么时阵用什么方式遭到处决，可能指出这是根据反恐法加刑法规定，缅甸官方根据加刑情事来处罚。一般相信，因可能是用假刑。缅甸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以来，判处数十名反政变的民运人士死刑，不过并无执行。这摆处决是缅甸为1988年以来第一摆执行死刑。中国军政府宣布拍算执行死刑了后，在国际之间引起强烈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多摆谴责军政府的规定，讲是公然违反个人生命自由甲人身安全的权利。联合国阁警告缅甸军政府，计划处决政治异己人士的行为，可能造成战争罪或者是反人道罪。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在日本李登辉自由会顶面咧宣布，日本自民党会继承安倍晋三意志，强化日本台湾的关系。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这阵武器出口去年是破70亿的美金，这阵是全球前10名排伫咧第8名。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竞争者 Sunak 和 Truss 2个人这阵对移民态度专较强硬，被批评讲伤过头残忍。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缅甸军政府处决4名民运人士是30多年来头一届。最后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针对拍台权要来进行投票 ，Kansas 州咧是亚头期8月初2来举行，可能就有结果。再来关心哦，那是咱台湾热噗噗小影侵袭全球，全美这阵差不多1亿的这个人口拢受到高温威胁。美国加州咧约瑟米利这个国家公园西南区野火烧未停，火场面积不断扩大，甚至这阵已经失控，这阵嘛发布紧急状态。另外讲到小影嘛伫欧洲造成17人热伤害过身，包含户外做工课吊耍死亡的劳工。这阵工会组织都呼吁欧盟要立法限制户外做工课的最高温度。大火在恐慌甲高温气候作用之下，拖个真紧。美国加州有线媒体国家公园西南区日前传出野火，迄个时阵火场差不多600英亩，24小时内拖个真紧，至少已经烧将近12000英亩，加做加州今年规模上大野火。有名观光景点林肯纪念堂头前，卖冰凉饮料，打饭生意真好，喷水池有真侪人来冲凉。自顶礼拜开始，就拢侵袭美国大部分地区，差不多1亿人口拢是伫高温的警告。西南部冲破38度，部分地区阁出现43.3度的超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每当这周末会出现超过38度的高温，华府会城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呼吁民众爱加补充水分，减少曝日的时间。同款活动伫欧洲，西班牙甲葡萄牙已经夺走1700条性命，包含3名伫高温40度的户外或者是仓库工作。热死的西班牙劳工，欧洲工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史塔尔表示，劳工逐工拢伫气候危机的前线，因需要保护措施来应对极端气温，要求欧盟针对工作场所限定制定相关温度的立法。公视新闻王家峰报道。正线要带大家看讲，这个天主教教宗 Franciscus
24坐专机飞到加拿大，即阵呢展开于6天忏悔朝圣之旅。这个访问行程包含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和加拿大原住民部落的代表，拢亲身到机场迎接教宗。教宗这回到加拿大是一场道歉的这个行程，因为过去有真侪加拿大原住民的这个囡仔伫天主教教会学校内底受尽虐待、性侵，甚至有未少人死亡哦。伫原住民代表要求之下，教宗来到加拿大。要算吼，咱讲拍算要拜访原住民的这个社区，佮有这个教会学校的这个位置，嘛要公开来会识的。头拄咱讲到，这个加拿大政府伫咧1800年代尾期到1990年代期间，实行这个原住民同化的这个政策，大批原住民囡仔被送去天主教教会学校来隔离，强迫因和父母来分开，嘛不准因讲母语。这个学生呢，佮受到校长佮老师虐待，甚至有性侵害这种现象，一世人拢真正痛苦，甚至有这个千外人因不明原因死亡。苏当时呢，这个加拿大西部有一间教会学校，即阵就专门改变啥物呢？改变因开始尊重这个原住民，开始教讲原住民传统语言和文化，这个正做是一个社区大学。这个讲的地点，咱讲自迫害者，即阵变做抢救原住民文化的福建单位。伫加拿大西部，这间叫做 Blue Quills 的社区大学内底，一群学生当地学要安怎伫落叶顶头做艺术创作。但是其实这间大学的过去是一间专门用来收原住民囡仔的天主教寄宿学校。伫1800年到1900年期间，为着对原住民实施同化政策，加拿大政府将差不多15万的原住民囡仔送到教会经营的寄宿学校。这个囡仔甲父母分开，袂用讲家己的母语，而且互人虐待、性侵，甚至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有6000个原住民囡仔当时死伫个寄宿学校，是一段真悲惨佮黑暗的历史。真侪捌读过这种寄宿学校的原住民，一世人拢无法度忘记的因所受过的伤害甲痛苦。就亲像即马已经60岁的维若尼卡，但是伊决定要转来这个所在，重新做学生，重新学家己的母语甲文化。对伊来讲，这是自我疗伤的方式。Weren't equal to anybody else. We were always below someone else, and I believe that for. Oh, I'm going to cry. Most of my life, and I had to get my pride back, and so I came to the resident. Blue Wheels 大学即马变做一间真注重原住民语言甲文化的学校，但是校长讲，自细汉伫厝里就拢无得讲母语的少年人，学校要安怎教因讲母语，其实是真大的挑战。Their parents, who were fluent speakers, who came to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decided not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the language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heir children to suffer. 好佳在即马有愈来愈侪加拿大原住民的少年人，愿意用心来学习家己的母语甲文化。Building that, pretty much that was designed to take away, my ancestors' language, to be able to come back to it and, be a part of it in revitalizing that and lifting that language back up for young people and for people who want to learn the language, is very significant.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5号亲身飞到加拿大，要向遐过去伫教会寄宿学校受害者道歉。对加拿大原住民来讲，道歉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安怎将过去互人压迫之下失去的语言、文化甲历史重新找回来，继续传落去，这是更较重要的工作。记者感恩恁朋友。财经呢，要来带大家看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真正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面粉也好，食用油也好，这原物料真正是直咧起。咱讲到一寡这个小本经营饭店，真正袂动了哦。伫咧菲律宾有一间老牌饭店，为了要降低成本，只好甲饭做较细咧。另外，伫咧这个 Austria 首都 Vienna 一间咱讲500年历史的饭店，面对欠工和这个通货膨胀，只好高步23章将分店关门，无搁营业。饭店的师傅透早就无用搅面粉、烂面粉，煞来再烘一粒一粒大粒搁好食的咸饭。不过，这种生活却因为全球的面粉也甲面油的这原物料一直起价，强要制作袂掉。Price increase ng raw materials.
from 35 grams yung pandesal namin. 咸胖佫叫做散车人的面包，是菲律宾人主要国民早顿，一个卖差不多台票$3，真侪人拢真介意。疫情转好了后，人客拢转来。本来胖店是期待生意会较好，毋过却拄到全球通货膨胀这个更较大的难题。菲律宾为去年底到即马，胖一定爱有的材料，像讲米粉、盐、糖，起至少3成。胖店甲胖做较细了，通维持袂价，啊，毋过也是对袂着原物料起价速度。这互人口真侪家庭被迫扩大的效应。Kung tagli-5 sila, magiging tatlo na lang, 4 ganun. 奥地利维也纳历史上久的胖店叫做雅士格林，原来面临开店以来上严重的挑战。奥地利目前通货膨胀率起到50年来的新高，橄榄奶油伫半年来就起2倍。头家讲，较早2年才起1届，今年才过一半，就已经调悬2届。互伊更较烦恼的毋能安尼，因为人口高龄化、欠工的问题，互生意强要做袂落去。Aufgrund Mitarbeitermangels eine Filiale gesperrt haben. 奥地利经济分析师指出，欠工问题伫未来3-4年也会持续出现。面对全球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小规模的店头企业影响上大，无法度吸收加出来成本，这个小本生意因为疫情影响真大。即马真正叫做无米兼轮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过来到全世界上幸福的这个国家，或者不但因为较保守，对同性恋支持度较低啊，不是个这个总理推动改革，正式把同性的性行为除罪化。加上最近的不但小姐选美比赛选出一名女同志，要代表不但去参选全球小姐。穿传统服装、排彩带、戴校冠，佮详细检查整理一下。顶个月摕到不丹小姐校冠的女同志查西，要代表不丹参选全球小姐。去年2月，不但无搁再甲同性恋性行为看作违反自然法则，是尼泊尔、印度了南亚第3个同性性行为除罪化的国家。 With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this action,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in public than before. Like being who I am, who I really am. 23岁查西讲，透过探索加自我反省，了解到身为一个女人，也毋过同时和其他的女性吸引是一件自在的代志。虽然伊的家族保守、信仰虔诚，也毋过和厝内人接受比什么拢较重要，就勇敢讲出来。 It was a very strong reaction, but after a while, I think they thought, okay, our daughter is not going to change. Let her live her life, because I've always been very independent. And then as long as I can stand on my own feet,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them. 查西是不但有意公开同志身份的公众人物，伊希望透过几落百万人看的全球小姐比赛，有更加侪讲话机会。Being openly gay and then being Miss Bhutan will give me an additional platform, because now I'm not only speaking for the Bhutanese community, but I'm speaking for the minority of community on a platform like the Miss Universe pageant, which will be a huge deal for me on my career path, and then for the people of Bhutan, and then for the LGBT community as well. 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